小数稽查过来77间导游工厂，结果发现讲有3间标示无合格。另外嘛，查到台南市的大沙种园的辣椒精、乌胡椒粉，这些物件拢已经过期，佮放伫仓库内底，所以违反食安法，罚因6万块。导游是将在家庭煮食一定会穿的调味料。卫生部食药署公布今年度上新的导游制造业稽查的结果。伫全台湾77间业者，总共200件导游的产品，有3件是标示无符合规定。另外查到1间伫咧台南市的大沙上园，是采过期的辣椒精、乌胡椒粉甲乌底油等调味料，违反食安法。该罚6万。我们在那个它摆放这个原料的这个角落柜里面被我们发现，那看起来是很久都没有用了。但我们确实跟业者核实过，这个他也没有使用。若是国内食安出问题，边境也查到无合格的产品。联富食品公司自意大利进口的乌松露被验出重金属铬超过标准，已经全部退运或者是销毁。自今年以来，已经有7杯意大利的松露违规。食药署已经向文和意大利的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，要求对方在10月16进前提出说明。意大利它的整个松露的情形，它有不合格，刚刚讲过有7批不合格的情形，所以我们把它管制，加强边境周边50%，管制半年到明年为止。另外，莫德纳 XBB.1.5 疫苗的相关资料，业者伫6月底已经送食药署。验过8月23才过报警。食药署表示，伫最近将会进行审查，并且提报到紧急使用授权 EUA 专家会议，上紧伫1个月内有机会让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